台中一个消防员在困的时阵，咕甲真大声，原来是重度困眠呼吸中止症，开刀了后大大改善。这位33岁消防人员因为伫咧困的时阵的咕，佮咕甲真严重，影响到处理人和同事。到病院看诊，发现是得到重度困眠呼吸中止症。那因为他的咬合基本上是 OK 的，而且呢，他也不太打算去做到这个正颌手术，所以后来讨论完之后呢，我们选择的是扁桃腺2颗摘除。经过手术，困眠的情形改善真多，面型啊嘛变角，计真好看。很明显的发现他这个打呼声音有明显的下降，这个精神等等都更好了。那我也很感谢他这个长久愿意回诊。医师讲，体重受冻是困眠呼吸中止症上主要的原因。若发觉讲的情形有较严重，会当去找医生检查，看要如何改善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